各位好，歡迎嚟到大象電視台。今日係2026年嘅3月18號啊！呢度係銅鑼灣站嘅出口。咁咧呢度有啲年輕人喺度表演啦。咁就見到有2個女團，一個着黑色衫，另一邊咧就着短裙。咁咧小弟就觀察過一輪。小弟比較係欣賞呢邊着黑色衫女團嘅表演嘅，咁就因為佢哋嗰啲舞姿咧係比較有技巧，同埋係要講求合作性。咁就呢邊都唔錯嘅。咁就佢哋呢邊講咧就係講個人性嘅跳舞嘅舞蹈。咁就呢個係我少少嘅意見啦。咁就希望年輕人們都努力去追求自己嘅夢想。如果佢哋中意跳舞嘅話，就努力喺跳舞事業度發展啦。咁就佢哋而家睇返之前嗰個表演啊，咁就祝佢哋有更好嘅發展。咁我喺呢度報道咁多先，再見。